大家好啊！今日係6月15日，星期日。我現在喺呢個樂寶齋工作室，係第一次嘗試拍片，將印章石同大家分享。用作印章石嘅石材咧，有壽山石啦、青田石、巴林石、雞血石同埋最新嗰啲老撾石啦。而家簡簡單單同大家介紹下每一種石嘅特性先。大家見到青色呢啲咧就係青田啦，即係普通嘅青田啦。青田石咧就係個質地咧非常之柔軟嘅，同埋最適宜咧係黑漿。石質咧潤澤透明，落刀嗰陣時咧，當篆刻落刀嗰陣時咧，好暢順，脆而不堅，係印石篆刻嘅好材料嚟嘅。嗱，大家睇到呢啲係青田石嘅藍星啊！青田石咧，我個人又好少收藏啊，即係收藏啲我認為佢相當好嘅，譬如呢個青田裏邊嘅藍星。點解好咧？因為如果我哋用燈光射下佢，射嗰個石嗰度咧，就見到佢一點點藍色，哇，非常之吸引。嗱，大家可以睇睇一點點藍色，非常之可愛。跟住隔離呢款咧就係雞血石，呢款咧係昌化嘅雞血石，佢個質地咧係比青田同埋壽山石咧係堅硬好多嘅。所以好少我嚟用篆刻嘅，我哋通常我嚟收藏啦。但係玩又唔係咁好嘅，因為如果係接觸得空氣多啊，俾光照啊，或者玩得多啦，用手摸得多咧，佢紅色嘅部分咧就變咗乳黑嘅，所以唔適宜於把玩嘅。繼續落嚟咧，就係都係雞血石，但係巴林雞血石，呢係巴林嘅雞血石，巴林嘅蜜黃凍啦，咁右邊呢啲咧就係最新出嘅，最近大批出土嘅開採嘅就係呢個老撾石。老撾石顧名思義喺產地係老撾啦，係比較新嘅石。咁而家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壽山石啦。
用嚟做印章嘅石咧，一般嚟講都係會喜歡啲比較細啲嘅，就係啲比較細粒啲嘅。呢個荔枝啊，呢個芙蓉啊，啲魚腦凍啊，高山嘅魚腦凍啊，呢都係芙蓉。